今節講一個領頭13節樣講到，所以你經過嘅試探唔會超過你嘅力量，就係日常嘅試探，你嘅今節講自家啲。但係呢，因為到自家嘅上帝忠心，大家同齊獻大自家，佢冇本自家單殺對付一切嘅試探。試探講咩呢？試探都係講各樣各樣嘅痛苦，各樣各樣嘅問題。嗱，今日講，所以你經過呢各樣各樣問題，各樣各樣嘅痛苦，各樣各樣嘅逼迫，各樣各樣嘅煩惱，加入各樣各樣嘅病痛，都係日常嘅。因為到佢接埋講，上帝都係忠心，佢唔係講摸齊自家單殺定，意思係講佢大家同齊，要大家本自家力量。當自家以下擔當一切呢個試探之時，唔會超過自己人類嘅力量，因為到上帝講嘅就係，當你擔當之時，佢開路本自家出，意思嘅家都同齊，帶自家去特勝，帶自家去勝利，佢開路本自家意思講佢特別熱天，大家同齊帶人自家過，帶人自家行，弄重一個痛苦叫世界，弄重一個煩惱叫世界，弄重一個問題叫世界，大家同齊帶自家出得勝嘅路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